三国志》下，西晋陈寿者，宋裴松之著 ，T.G. 1目录，卷28魏书28001，王无丘诸葛邓中传，卷29魏书29020，方济传，卷30魏书30031，乌丸鲜卑东夷传，卷31蜀书1048，刘二木传，卷32蜀书2051，先主传，卷33蜀书3062，后主传，卷34蜀书4068，二主妃子传，卷35蜀书5071，诸葛亮传，卷36蜀书6080，关张马黄赵传，卷37蜀书7086，杭同法正传，卷38蜀书8091，许弥孙简一秦传 ，T.G. 2，卷39蜀书9100，董刘马陈董吕传，卷40蜀书10-105，刘彭廖李刘卫阳传，卷41蜀书11-115，霍王向张杨废传，卷42蜀书12-121，杜周杜许孟来引李乔系传，卷43蜀书13-134，黄鹂吕马王张传，卷44蜀书14-142，蒋琬废一姜维传，卷45蜀书15-149，邓张宗杨传，卷46吴书1-161，孙破卢讨逆传，卷47吴书2-166，吴主传，卷48吴书3-181，三四主传，卷49吴书4-194，刘繇太史慈氏谢传，卷50吴书5-201，妃嫔传，卷51吴书6-206，宗室传，卷52吴书7-212 ，T.G. 3，张固诸葛不传，卷53吴书8-225，张延成看薛传，卷54吴书9-233，周瑜鲁肃吕蒙传，卷55吴书10-246，陈黄韩蒋周陈董甘霖徐潘丁传，卷56吴书11-259，朱志朱然吕范朱桓传，三国志卷57吴书12-268，余陆张洛陆吴朱传，卷58吴书13-280，陆逊传，卷59吴书14-292，吴主吴子传，卷60吴书15-300，贺全吕周钟离传，卷61吴书16-312，潘俊陆凯传，卷62吴书17-320，是以胡纵传，卷63吴书18-326，吴范刘敦赵达传，卷64吴书19-330，诸葛腾二孙濮阳传，卷65吴书20-345，王楼贺为华传 ，T.G. 1，三国志卷28魏书28，王无丘诸葛邓中传，王陵字彦云，太原齐人也，叔父允，魏汉司徒，朱董卓，卓将李傕郭汜等为卓报仇，入长安杀允，尽害其家，临疾，凶臣，10年皆少，于承德托，王命归乡里，领举孝廉，未发干，常稍迁至中山太守，所在有志，太祖辟为丞相院属，文帝见，作，拜散骑常侍，初为兖州刺史，与张辽等至广陵讨孙权，临江叶大风，吴将吕范等船票至北岸，临与诸将逆击，捕斩首，虏获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将军，转在青州。是时海滨城丧乱之后，法度未整，吏部正失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
后从曹休征吴，与贼遇于嘉时，休军失利，临力战绝围，休得免南，仍喜魏阳豫州刺史，贤得军民之欢心，使至豫州。今先贤之后，求魏显之事，各有调教，意义甚美。初，临与司马朗、贾逵友善，及临演豫冀其名基，正始出，魏征东将军，驾节都督扬州诸军事。2年，吴大将全从数万众寇韶皮，临率诸军逆讨，与贼争，行，力战连日，贼退走，进封南乡侯1350户，牵车，其将军仪同3司。是时，临外甥令胡余以才能为兖州刺史，屯平阿，就生病，点兵，专淮南之众。临就迁为司空。司马宣王祭诸曹爽，晋陵，魏太尉，驾节钺，临于密邪计，魏齐王不任天位，楚王标长，而才，欲迎立标都许昌。嘉平元年9月，于遣将张氏至白马，与标相问往来。临又遣舍人劳京邑洛阳，于子广，广言废 TG 2，立大事，勿未获先。其11月，于复遣使一标，未还，会于，病死。2年，荧惑守南斗，临魏斗中有心，当有报贵者。3年春，吴贼塞土水，临欲因此发，大言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临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兖州刺史黄华。弘联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临，先下，赦临罪，又将上书广东，使魏书御临。罢军掩至百尺逼临，临自知事穷，乃乘传单出迎宣王，遣愿王欲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临面浮水刺，宣王乘召前主不解服反服，见临，魏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600人送还京都。临至相，尹耀死，宣王遂至寿春，张氏等皆自首，乃穷至其事，标赐死。诸相连者悉夷3族，朝一贤以为春秋之意，其璀著正归生，皆加追录，陈师着官，载在方册。临于罪疑如旧典，乃发临于种后官，护师于所进士3日，烧其印绶朝服，倾土埋之。晋弘华爵魏乡侯，广有至上学行，死时年40余。吴秋俭字仲公，河东闻喜人也。复兴，黄初中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开通河右，名次京城太守苏泽。讨贼张晋及讨叛胡，有功，封高阳乡侯，入魏将作大将，简袭复爵，魏平原侯文学。明帝即位，魏尚书郎，迁与临监，以东复之旧，甚见清代。初，为洛阳典农，时取农民以治公事，简上书曰：臣愚以为天下，所及除者2贼，所及物者1时，诚使2贼不灭。市民激动，遂美公事，犹无益也。迁荆州刺史，清隆中，地图讨辽东，以简有干策，喜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辽遂。又北平乌丸单于寇楼敦，辽西乌丸都督串仲王护刘等，袭随元，上奔辽东者，率众5000余人将。后楼敦遣弟阿罗盘等一缺朝贡，封其渠率20余人为侯王。自与马善采各有差。公孙渊逆语，简战不利，
尹还，明年，帝遣太尉司马宣王统中军及简等众。Pg 3数万讨渊，定辽东，简以攻晋封安邑侯，10邑3900户。正史中，简以高句丽数轻叛，都诸军部骑万人出玄兔，从诸道讨之。距离王公将步骑2万人，晋军废流水上，霸占2口，攻连破走。简遂数马献车，以登完都，屠距离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距离配者明得来，数见公，公不从其言。得来叹曰：必见此地将生蓬高，遂不食而死。举国贤之，简令诸军部坏其墓，不伐其数，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关丹将妻子逃窜，简引军还6年，复征之。公遂奔买沟。简遣玄兔太守王齐追之，过沃举1000有余里，至宿甚是难戒。刻石济公，攀完都之山，民不奈之城。诸所诛纳8000余口，论功受赏，侯者100余人。川山盖灌，民赖其力，迁左将军，驾节兼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是转为镇南将军。诸葛诞战于东关，不利，乃令旦简兑换，旦为镇南，都督豫州；简为镇东，都督扬州。吴太傅诸葛恪为合肥新城，简与文卿遇之。太尉司马扶都中军东解围，恪退还。初，简与夏侯玄、李丰等后善。扬州刺史前将军文卿，曹爽之一人也。萧果粗猛，素有战功，好增虏获，以剿重赏，多不见许，怨恨日甚。简以继后代卿，情献好洽，卿亦敢待。头辛吾2正元2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近天，起于吴楚之分。简清喜，以为己样，遂剿太后赵，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夷诸郡员，举兵反，破协淮南将守诸别屯者，吉利民大小，皆入寿春城，未谈于城西，歃血称兵未蒙，分老弱守城。简亲自将5、6万众渡淮，西至象，简坚守，亲在外未有兵，罢将军统中外军讨之。别使诺葛旦都豫州诸军从安丰经米。寿春，征东将军胡遵都卿徐诸军出于桥。宋之间，绝其归路，罢将军屯汝阳，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简亲进不得关，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既穷不知所谓，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举散，将者相属，为 Pg 4淮南心腹农民为之用。罢将军前兖州刺史邓艾都泰山诸军万余人至乐家，示弱以诱之。罢将军寻自诛至，亲不知。果夜来遇袭艾等，会明，见大军兵马盛，乃引还。罢将军纵骁骑追击，大破之，亲遁走。是日，简闻卿战败，恐惧夜走，众溃，彼至，甚陷。左右人兵稍弃简去，简独与小弟秀吉、孙仲藏水边草中。安丰京都尉不明张蜀就射杀简，传守京都，蜀封侯。秀仲走，入吴，将士诸为简亲所破邪者，悉归降。简自电为致书示谕，是先时知简谋将发，司出将家属逃走新安陵山上，别攻下之，以简3族。亲王入吴，吴以亲卫都护，驾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乔侯。
诸葛诞自公休，郎协阳都人。诸葛封后也，初以尚书郎尉，荣阳令，入卫吏部郎。人有所属托，则显其言而成用之。后有邦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累迁御史中乌尚书，与夏侯玄、邓阳等相善，收明朝廷。京都系然言事者以淡。杨等修浮华，何须臾，见不可长。明帝恶之，免旦官。惠帝崩，正史出，玄等并在职，复以旦为御史中丞。尚书初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王陵之阴谋也。太傅司马，宣王前军东伐，以旦为镇东将军，驾节都督扬州之诸军事。封山亭侯。诸葛克兴东关，遣旦督诸军讨之，于战不利，还喜为镇南将军。后吴秋俭闻侵反，遣使议旦，招呼豫州市民，旦斩其使，路布天下，令之减轻凶逆。罢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使旦豫州诸军。杜安封荆相寿春，减轻之破也。旦先至寿春，寿春中10余万口，闻减轻败，恐诛，西破城门出，流进山泽，或散走入吴，以延久在淮南。乃复以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吴大将孙峻、吕据、刘赞等闻淮南乱，会闻亲往，乃率众将亲进至寿春。时旦诸军已至，城不可攻，乃造。旦遣将军蒋班追击之，斩赞，传首，收其印节，进封高平侯，E3 TG 5,500户，转魏征东大将军。旦既与玄、杨等至亲，右王陵、吴秋俭累见一面，拒不自安。卿倘藏镇师以结众心。后养亲复及扬州侵峡者数千人未死。是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许爱，忌旦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10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逐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为知贤有自疑心，以旦就臣，欲入度之。2年5月，征魏司空，旦被诏书，欲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岳琛，杀之。遍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10余万官兵。扬州新复胜兵者4、5万人，据谷足1年时，必城自守。遣长史吴刚将小子亮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权益、权端、唐咨、王作等，率3万，众密与文亲俱来应旦，以为旦左都护、驾节大司徒罗齐将军、青州牧、寿春侯。是时镇南将军王基始至，都诸军为寿春、渭河、资、青等从城东北，因山城险，得将其众屠入城。6月，车驾东征至下，罢将军司马文王都中外诸军26万众，临淮讨之。罢将军屯丘头，使积及安东将军陈谦等四面合围，表里载众，欠累甚峻。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周泰等简锐，卒未由军，被外寇，卿等数出范围，逆疾走之。吴将朱义在矣。罢众来迎旦等，渡离江水，泰等逆与战，每摧其锋，孙陵以役，战不进，怒而杀之。城中食转少，外救不至，众无所事。将军蒋班、交仪，皆旦爪牙济事者也。弃旦，于城自归大将军。大将军乃使反谏，以其辩说权益等，一等律众数千人开门来出。
城中镇具，不知所谓。3年正月，旦、卿、资等大魏工具，昼夜5、6日攻南围，欲决围而出。围上诸军，临高以发10车火箭逆烧破其工具。使及时雨下，死伤者必地，血流营堑，复还入城。城内时转捷，将出者数万口。卿欲进出北方人，省时与无人坚守，但不听，由是争恨。卿素与旦有隙，图以计和，事急欲相疑。卿见旦计 ，TG6 是旦遂杀卿。卿子鞅及虎将兵在小城中，闻卿死，乐兵持复之，众不畏用。鞅、虎单走，于城出，自归大将军。军力请诛之。大将军令曰：“卿之罪不容诛，其子故应当戮。”然鞅、虎以穷归命，且城未拔，杀之是奸其心也。乃射鞅、虎使将兵数百骑驰巡城，忽与城内云：“闻卿之子犹不见杀，其余何惧？”表鞅、虎卫将军，各赐爵关内侯。城内袭且扰，又日饥困，旦、资等智力穷，大将军乃自临围，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旦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屠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步兵密集，斩贤传首，夷3族，但麾下数百人，坐不将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无恨，其得人心如此。”庞资、王作及诸皮将皆面伏将。吴兵万众，弃仗军时山积，出为寿春。一者多欲急攻之，大将军以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为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救路，吾当以权策迷之，可作而治也。但以2年5月反，3年2月破灭。六军暗甲，深沟高垒，而旦自困，竟不凡攻而克，即破寿春。一者又以为淮南人未叛逆，吴兵世家在江南，不可纵，宜西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因未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救得王骸，是可以适中，国之宏耳，亦无所杀。分部3河进郡以安处之。庞资本历城人，黄初中，历城郡反，杀太守徐基，推资卫主。文帝遣诸军讨破之，资走入海，遂亡至吴。冠至左将军，封侯持节。旦、卿屠戮，资亦生情。三叛皆获，天下快焉。拜资安远将军。其余皮将贤驾号位，吴众乐服，江东感之，皆不诛其家。其淮南将吏是明诸为旦所挟掠者，为诛其首逆，余皆丘射之。听鞅、虎收敛轻丧，给其车牛，治葬旧墓。更爱字，是载益阳及阳人也。少孤，太祖破荆州，袭汝南，为农民养独。年12，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陈实碑文。言文卫士 ，TG7 范，行为世则，哀遂自名范，自世则，后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魏都尉学士，以口疾，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从草吏，同郡吏复连其家贫。资给甚厚，爱出不稍泄。每见高山大泽，折归度指化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后未典农纲纪，上记历，因始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其之，替之未愿，迁尚书郎。时遇广田蓄谷，
为灭贼资，使爱行臣向以冬至寿春。爱以为田粮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盖，罢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折计河论以御其旨。又以为袭破黄巾，因为屯田，击鼓于许都以至四方。今3余已定，是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义。臣蔡之间，土下田粮，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2万人，淮南3万人，12分修，常有4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3倍于西，既除重费，遂完500万斛以为军资。6、7年间，可积3000万斛于淮上，此则10万之众5年时也。以此成，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是皆施行。正始2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兹时有除而无水害，哀所见也。初参征西军事，迁南安泰。嘉平元年，与征西将军郭淮拒属偏将军姜维，为退。淮阴西及羌，哀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爱屯白水北。3日，为遣廖化自白水南向爱结营。爱谓诸将曰：为今足还，吾军人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为使化迟无，令不得还，为必自东袭取陶城。陶城在水北，去爱屯60里。爱及夜前军进道，为果来渡，而爱先至据城，得以不败，赐爵关内侯，加讨寇将军，后迁城阳太守。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卫一部。哀上言曰：戎狄受兴，不以义亲，强则轻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言，允之寇汉，足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胜，为前代众患，自单于在外莫能迁。TG 8至常悲，又立志之，使来入室，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干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事之威敬重，则胡鲁不可不申备也。闻刘豹不有叛胡，可因叛割为2国，以分歧。是去卑公显前朝，儿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若寇，破路就勋，此欲边常计也。又臣羌胡与民同，楚者以剑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诡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兴辅政，多纳用焉，迁汝南太守，至则寻求习所。后己立复久己死，遣吏祭之，众疑其母举其子与祭立。哀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诸葛克为合肥新城，不克，退归。哀言景王曰：孙权以没，大臣未附，无明宗大族，皆有不取，祖兵仗势，足以见命。克兴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尽于外事，虐用其民。西国之众，论于奸臣，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克获罪之日也。袭子虚、吴起、商鞅，乐亦皆见任时君，主没而败，况克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王可待也。克归，果见诸迁兖州刺史，加镇威将军。上言曰：国之所急，为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
孔子曰：足食足兵，实在兵前也。上无射决之券，则下无才序之功。今时考击之赏，在于激素复明，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源塞矣。勾贵相公及尊位，晋封方成亭侯。吴秋俭作乱，浅见不击。书欲疑惑大众，哀斩之。兼道进军，先去乐嘉城，作浮桥。司马景王至，遂拒之。文钦以后，大军破败于城下，爱追之至丘头，亲奔吴。吴大将军孙峻等号10万众，将渡江。镇东将军朱葛诞遣爱据肥阳，哀以与贼势相远，非要害之地，折夷屯复停。遣泰山太守诸葛绪等于漓江拒战，遂走之。其年征拜长水校尉，以破卿等功。晋封方城乡侯，行安西将军，解雍州刺史王经为。Pg 9于狄道，姜维退驻中提，乃以哀为安西将军，驾节领护东羌。校尉一者多以为利以节，未能更出。哀曰：陶溪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于为王。今矣，策言之，彼有成胜之势，我有虚弱之时，义也。彼上下相袭，五兵犀利，我将一兵兴，气仗未复。二也，彼以船航，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敌到陇西、南安、岐山，各当有守，彼专卫一，我分卫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时羌鼓，若驱岐山，熟麦千顷，谓之献耳。五也，贼有侠术，其来必矣。轻之，为果向岐山，闻哀已有备，乃回从董庭去南安。哀举五，城山以相持，唯与哀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袁山去上，归。哀与战于断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诏曰：逆贼将计连年，狡黠，民夷骚动，息事不宁。哀筹划有方，忠勇奋发，斩将时。数国守千骑，国威震于巴蜀。武生阳于江宁。今以哀尉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晋封邓侯，分500户封子中尉廷侯。2年，据姜维于长城，为退还，迁征西将军，前后增邑，凡6600户。景元3年，又破为干侯河，为确保榻中。4年秋，召诸军征蜀，大将军司马文王皆指授节度，使哀与为相坠连。雍州刺使诸葛绪要为，令不得归。哀遣天水太守王齐等执弓为营。陇西太守千弘等邀其前。京城太守杨兴等亦甘松，为文中会诸军。即入汉中，隐退还。兴等追聂于强川口，大战，为败走。文雍周以塞道，屯桥头，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后，诸葛绪闻之，却还3寸里，围入北道30余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过，绪去结围，较1日不及，围遂东廪。还守间隔，钟会公为未能克，哀上言今贼摧折，一遂成之。从阴平游斜进京，汉得阳亭去服，出间隔西百里，去成都300余里。骑兵冲其腹，兴间隔之守必还复服，则会方轨而进。间隔之军不还，则应。Pg 10，夫之兵寡矣。君至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
破之必矣。冬10月，爱自阴平道横无人之地700余里，凿山通道，作桥阁，山高谷深，至渭艰险，又粮运将溃，停于围带，爱以瞻自果，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原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江马邈将，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扶韩年竹列陈待爱，爱遣子惠堂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及。哀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至忠、纂等将斩之。忠、纂持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晋军道落，刘禅遣使奉皇帝喜寿，魏坚义爱请将，爱至成都，禅律太子诸王及群臣60余人面服，于称议军门，爱直解服焚称，受而诱之，检御将士，无所虏掠，虽纳降附，使复就业。蜀人称焉，折一邓与故事，成至败，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魏王冠，或领爱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大守牵鸿等领蜀中诸郡，始于绵竹筑台以为京官，用章战功，士卒死士者，皆与蜀兵同共埋藏。哀身自京伐，魏蜀士大夫曰：诸君赖遭，卯，故得有今日耳。如遇无汉之徒，即舔面矣。又曰：将为自一时雄耳也，与某相执，故穷耳。有事者笑之。12月，诏曰：爱要威奋武，深入鲁庭，斩将千骑，骁其精明，使见号之主，击手系颈，力士不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百起破强楚。韩信克晋赵，吴汉秦子阳，亚夫灭七国，济公论美，不足比勋也。其以爱魏大魏，增邑2万户，封子2人亭侯，各11干户。哀言司马文王曰：兵有先生而后使者，今因平蜀之事已成，无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刘陇右兵2万人，蜀兵2万人，主言兴也。魏 TG 11军农要用，并作舟船，欲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无必规划，可不争而定也。今夷后刘禅以至孙休、安世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于京都，吾以为流徒，则于相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无一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袭其资财，攻其左右。郡有董卓物，谓之公舍，爵其子为公侯，时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无人，则谓威怀德，望风儿，从矣。文王使监军魏冠越爱，是当虚报，不宜折行。爱众言曰：贤命征行，奉旨受之策，元恶既服，至于城至败驾，以安出父，为何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必尽南海，东接吴会，以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意，待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立国家，专之可也。今无卫兵，是与蜀连，不可居长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爱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钟会、胡烈、师纂等，皆白爱所作悖逆，
变性已竭，诏书砍车征爱。爱父子祭求，中会至成都，先送爱，然后后作乱，会已死。爱本营将士追出爱砍车，迎还关且田旭等讨爱，欲于绵竹溪斩之。子忠与爱俱死。余子在洛阳者西诛。提爱妻子及孙余。初，爱当伐蜀。梦作山上而有流水。疑问田鲁护军袁绍。绍曰：岸易卦。山上有水曰简。简由曰简。历西南，不历东北。孔子曰：简历西南，王有功也；不历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待不还乎？哀吾然不乐。太史元年，进士见作。诏曰：袭太尉王陵谋废齐王，而土境不足以守卫。征西将军邓艾，今公失节，时应大辟。然备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干求生，遂为恶者，城父不同。今天设的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令祭祀不绝。3年，义郎段卓上书李爱曰：爱心怀至忠而合反逆之民，平定巴蜀而受一灭之诛。臣妾道之，戒哉！言爱之反也。哀性刚急，轻犯 TG 12雅俗，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臣敢言爱不反之状。袭将，唯有断陇右之志。哀修治备守，击鼓强兵，直遂凶悍。哀未屈种，身被乌衣，手执垒四，以律将士，上下相感，目不尽力。哀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不难仆虏之劳。市民之义，非直节，忠勤，孰能若此？故洛门、断谷之战，以少击多，摧破强贼。先帝知其可任，委爱妙胜，授以长策。哀受命忘身，数马悬车，自投死地，勇气凌云。示众乘势，使刘禅君臣面服，插手屈膝。哀功名已成，刚叔之竹帛，传作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爱成事养育之恩，心不自疑，矫命成志，全安社稷，虽为常科，有何古意？原心定罪，本在可论。终会既爱威名，构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悬马氏，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陛下隆兴，产宏大度，是诸贤迹，受诸之家，不居续用，袭秦明廉百起之无罪，无人伤子虚之冤酷，皆为立辞。今天下民人为爱道心痛恨，亦由是也。臣以为爱身首分离，捐弃草土，移收失丧，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少封其孙，是何官定事，死无余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义于后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归其义。所谓者寡而悦者众矣。9年，诏曰：爱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名利，正常。敏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哀在西时，修治障塞，筑起成务。太史中，羌虏大叛，平杀刺史，凉州道断，利民安全者，皆保爱所筑物焉。哀州理时，被南阳州太，亦好立功业，善用兵，冠至征虏将军，驾节都督，江南诸军事。景元2年薨，追赠卫将军，是日壮侯。钟会字世纪，颍川长社人。太傅有小子也，少敏会速成。中护军讲记者论为观其谋字，足以知人。会年5岁，有浅见计，既甚异之曰：非常人也。及壮，
有才术技艺而博学，精炼明理，一夜续奏，由是获声誉。正史中以为秘书郎，迁 T.G. 13尚书中书侍郎，高贵乡公及尊位，赐爵关内侯。吴秋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会从，典知密事。魏将军司马文王魏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谋帷幄。时中诏是尚书复古，以东南兴定，全留魏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令古律诸军还，会于古谋，使古表上，则与魏将军俱发，还道落，水南屯驻。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会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后，邑300户。甘田2年，征诸葛诞为司空，时会丧宁在家，策诞必不从，命时白文王。文王以是以施行，不复追改。及诞反，车驾任，相文王至寿春，会复从行。初，吴大将权从，孔权之婚轻重，臣也。从子义、孙敬、从子端、偏、季等，皆将兵来救诞。义兄子辉遗留建业，与其家内争讼，惜其母，将不取数十家度。将自归文王，会见策，命魏辉宜作书，使辉以所亲信姬、陆程告义等，说吴中怒义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诸将家，故逃。来归命，义等恐惧，遂将所领开东城门出将，皆蒙封宠。城中由是乖离，寿春之破，会谋居多。清代日隆，时人谓之子房。军还，迁魏太仆，故辞不就，以中郎在大将军府管记事事。魏复兴之任，以讨诸葛诞功，进爵陈侯，屡让不受。诏曰：会典纵军事，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谋之勋，而推宠故让，此指款实，前后累重，志不可夺。夫成功不处，古人所重，其听会所职，以成其美。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方士与夺，无不纵典。嵇康等见诸，皆会谋也。文王以蜀大将姜维屡扰边陲，料蜀国小民疲，资历单竭，欲大举屠蜀，为会议以为蜀可取，欲共筹度地形，讨论事事。景元3年冬，以会为镇西将军，驾节都督关中诸军事。文王敕清、徐、兖、豫、荆、扬诸州，并使坐船，又令唐资作浮海大船，外未将伐吴者。4年秋，乃下诏使邓艾、诸葛绪各统诸军。T.G. 14登万余人，哀去甘松，榻中连坠为，绪去五街，桥头绝为归路。会统10余万众，分从斜谷、落谷入。先命衙门将许仪在前至道，会在后行，而桥穿马足县，于是斩夷。夷者，许褚之余，有公王室，犹不元代。诸军闻之，目不震悚，蜀令诸为皆不得战，退还汉、乐2城守。魏兴太守刘钦去子午谷，诸军数道平行。至汉中，蜀监军王韩守乐城，护军蒋兵守汉城，兵各5000。会使护军荀凯、前将军李辅各统10000人。凯为汉城，辅为乐城。会进过，西出阳安口，遣人祭诸葛亮之墓，使护军胡烈等行前，攻破关城，得库藏击鼓，将为自榻中还，至阴平，合集示众，欲复关城，未到，闻其已破，
退去白水，与蜀将张翼、廖化等合守剑阁聚会。会议袭蜀将立誓名曰：王者汉作衰微，绿土分崩，生民之命，几于泯灭。太祖武皇帝神武圣者，拨乱反正，整齐将坠，遭我趋下。高祖文皇帝应天顺明，受命建作。列祖明皇帝亦是崇光，恢拓红叶。然江山之外，义正殊俗，绿土其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故怀遗恨也。今主上圣的清明，少龙前序，宰府中肃明允，渠劳王室，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失得百蛮而肃慎至共，告彼巴蜀，独魏匪民，民此百姓，劳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师，公行天罚。征西、雍州、镇西诸军，无道并进，古之行军，以人为本，以义治之。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于顺武干期而弗有苗，周吴有散财，发领表驴之意。今镇西奉辞贤命，设统戎众，述弘文告之训，以继元之命，非欲穷武极战，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陈安为之。要其尽听话言，益州先主以命是英才，兴兵硕也。困之计，徐之交，至命少不知守，太祖整而继之，与龙大好，终更被围，弃同籍，亦莫革孔明人归秦川。将伯约屡出陇右，劳动我边境，侵扰我地羌，方国家多故，为皇修九伐之争也。今边境一清，方 TG 15内无事，蓄力待时，并兵一项，而巴蜀一州之众分张守备，难以御天下之师，断骨侯何举商之气，难以敌堂之臣。以年以来，曾无宁岁，征夫秦翠，难以当子来之名。此皆诸贤所亲见也。蜀相壮见秦于秦，公孙述受首于汉。九州之险，是非疑信，此皆诸贤所备闻也。明者见为于无形，智者窥惑于未萌，是以为子去商，常为周兵，陈平备相，立功于汉，且安单独，怀禄而不变哉？今国朝龙天赋之思，宰辅弘宽恕之德，先惠后，诸好生扼杀。王者无将孙一举重内附，魏上司宠至书议。文卿唐资魏国大害，汉主仇贼，还未容守，自因逼秦祸。卿二余还将，皆将军，封侯。资与文国士，一等穷促归命。尤嘉盛宠，况巴蜀贤之见机而作者哉？诚能深见成败，渺然高道，投机为子之宗，错身陈平之轨，则服同古人，庆留来意，百姓市民安堵就业，龙不异母，事不回嗣，去累卵之围，就永安之福，岂不美语？若偷安旦夕，迷而不返，罢兵一发，欲使皆虽欲毁之，亦无及矣。其降则利害，自求多福，各据宣布，贤使闻之，更爱破江为道阴平。拣选精锐，欲从汉德阳入江由左丹道，一年卒，去成都，与诸葛绪共行。绪以本受节度邀江为西行，非本诏，遂进军前向白水，与会合。会遣将军田章等从剑阁西，进出江油，未至百里，张先破蜀伏兵三校，哀使张先登，遂长据而前。会与绪军向剑阁，会欲专军事，密白绪未诺不进。坦车征还，军西蜀会，进攻剑阁，不克，
隐退。蜀军保险据守，哀遂至绵竹，大战，斩诸葛瞻，韦等闻瞻已破，虑其众东入于。8. 会乃进军制服，遣胡烈、田旭、庞会等追围。二进军项城。冬，刘胆义爱将，遣使赤韦等令将于会，围至广汉期县，令兵西放弃帐。宋节传于胡烈，便从东道议会将。会上言曰：贼将为张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去成都。陈者遣司马 TG 16夏侯贤、护军胡烈等进从剑阁，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参军二青山将军聚安等蹑其后。参军黄福凯、将军王买等从扶南出，冲其父。陈据福县为东西市员，韦等所统不齐4-5万人。换甲，厉兵，塞川田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平视其众，方轨而西。陈赤贤、凯等令分兵拒事，广张罗网，南渡走吴之道，西塞城、沟之路，北绝越邑之境，四面云集，首尾并进，西路断绝，走伏无地。陈右手书深狱，太师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穷数尽，解甲头戈，面服尾直，应受万数，资弃山鸡，袭顺武干期。有苗字符，牧野之师，商旅倒戈，有征无战，帝王之盛业。全国未上，或国次之；全军未上，或军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圣德。谋宗前代，一府中民，其鬼公旦，人欲群生，一征不会，殊俗相化，无私不服，师不逾时，兵不血刃，万里同风。九州共冠，陈哲奉宣诏命，保阳司化，复其社稷，安其旅伍，舍其复条，持其争议，训之得理以移其风，视之诡异以异其俗。百姓欣欣，人怀异欲，后来其苏，亦无已过，会于事尽简示众，不得超略，虚己诱纳，以皆属之群思，与为情好欢甚。12月，诏曰：会所向崔璧，前无强敌，兼治众城，网罗尽邑，属之豪帅，面服归命，谋无一策，举无废功，凡所将诸，动以万计，全胜独克，有征无战，破平西夏，方于清晏，其以会为司徒，晋封县侯，增邑万户，封与2人亭侯，一个千户。会内有议制，因邓艾承制专事，密白艾有反状，于是诏书，坦车征艾。司马文王惧艾或不从命，是会并进军成都，兼军尉，冠在会前行，以文王手笔令宣谕艾军，艾军皆视帐，遂收艾入。坦车，会所但为艾，艾既勤而会群治，独统大众，威震西土，自为公民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猛将锐律皆在己手，遂谋反，御史姜维等皆将蜀兵出斜谷。会自将大众随其后，既至长安，令骑士从陆道，步兵从水道顺流扶卫入河，以为5日可到孟津。TG 17与其会洛阳，一旦天下可定也。会的文王书云：恐邓艾或不就征，今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1万人进入斜谷，屯乐城，吴自将10万屯长安，相见在晋。会的书经，呼所亲与之曰：但取邓艾，相国知我能独办之，今来大众，必觉我意矣，便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我自淮南，
以来，化无一策，四海所共之也。我欲持此安归乎？班会矣。5年正月15日至。其明日，西请护军郡守衙门骑都以上，即蜀之故宫，为太后发丧于蜀朝堂，矫太后遗诏，时会起兵废。文王皆班氏座上人，使下义气，书版蜀志，更使所亲信代，领诸军，所请群官，西避着益州诸曹屋中，城门宫门皆闭，言兵为守。会帐下都丘见本介胡烈，烈见之文王，会请以自随，任爱之，见敏烈独坐。启会，使厅内议亲兵出取饮食。诸衙门随立各纳人，列代与亲兵集书与其子曰：丘见密说消息。会以作大坑，白棒数千，欲悉乎外兵入，人刺白燕拜位。散将以刺棒杀坑中，诸衙门亲兵一闲说此语，一夜传相告，皆变，或谓会可尽杀衙门骑都以上。会犹豫未决。18日中，列军兵与列而擂鼓出门，诸军兵不齐皆鼓噪出，曾无督促之者，而争先赴城。时方给予姜维铠杖，白外有汹汹声，似失火，有轻，白兵走向城。会惊，谓为曰：兵来似欲作恶，方云何？为曰：但当即之耳。会遣兵西杀所避诸衙门，郡守内人共举击以筑门，兵着门，不能破，思虚，门外已踢，登城，或烧城屋，一复乱进，时下如雨。衙门郡守各原屋出，与其族兵相得。姜维率会左右战，手杀5、6人，众计各斩为。征复杀会，会时年40，将士死者数百人。初，而为太尉，会尉司徒，皆持节都督诸军如故。贤位，受命而毙。会兄遇，以4年冬薨。会进谓之问。会兄子雍随，会与俱死。会所养兄子亦及郡，是等下狱，刚伏诛。司马文王 TG 18表天子下诏，曰：郡等祖父由3祖之事，即为台司，左命，立勋，享食庙庭，富裕，吏职内外，干事有机。袭楚司子闻之，至胡灭窦氏之嗣，进入承宣之中，用存赵氏之后，以会雍之罪，而绝由豫之类。吾有泯然。郡是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唯一及雍袭伏法。或曰：欲曾密启司马文王，言会辖数难保，不可专任，故有郡等云。初，文王欲遣会伐蜀，西曹属少替求见曰：今遣中会率10余万众伐蜀，余谓会单身无重任，不若使于人行。文王笑曰：我宁当复不知此耶？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执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欲却，则智勇并捷，智勇并捷而强使之，是谓敌情耳。唯中会与人一同。今遣会伐蜀，必可灭蜀。灭蜀之后，就如卿所虑，方何所能一败耶？凡败军之将不可以与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心胆已破故也。若蜀已破，夷民震恐，不足与国事。中国将士各自思归，不肯与同也。若作恶，只自灭族耳。卿不须忧此，慎莫使人闻也。即会白邓艾不轨，文王将息，替父曰：中会所统5、6倍于邓艾。
但可斥会取爱，不足自行。文王曰：亲望前，实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须行乎？虽尔，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当以信义待人，待人不当负我。我岂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贾户君问我，言颇疑中会不？我答言：如今遣轻行，民可复疑轻邪？贾亦无以益我语也。我到长安，则自了矣。君至长安，惠国已死，贤如所策，会长论亦无护体，才信同意。及惠死后，于惠家的书20篇，名曰道论，儿时行名家也。其文四会，初惠若，冠与山阳王弼并之名，必好论儒道，辞才易辩，著一集。老子，魏尚书郎，年20余卒。庭曰：王陵封节阁上，吴秋俭才士拔干，莫可代言一微。PG 19仲，钟会精炼策术，贤以显明，质资容任，而皆兴大志于不虑或难，便如发机，宗族徒弟，岂不谬或邪？更爱皎然强壮，立功立事，然于防患，就拜玄志，其远之乎诸葛恪而不能进，自见。此盖古人所谓自论者也。PG 20三国志卷29魏书29方济传，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夫，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乡臣规矩孝廉，太尉黄婉辟，皆不就，小养性之术，10人矣。未年且100岁而貌有壮容，又经方药，其疗疾，和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与其节度，舍去则愈。若当灸，不过1、2杵，每杵不过7、8壮，并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1、2杵，下针言当饮某许。若治与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并亦行插。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枯割者，便引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间洗，缝复膏膜，4、5日插，不痛，人亦不自恶。1月之间，即平复矣。故甘霖乡夫人有身6月，腹痛不安，婆氏脉曰：胎已死，已使人手摸之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于是喂汤下之，果下难行，即欲县吏饮是苦涩之烦，口中干，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婆曰：是作热食，得汗则愈，不汗，后3日死。即作热食而不汗出。婆曰：藏气已绝于内，当提气而绝。果如陀言，服力而循，理言共止。具头痛身热，所苦正同。婆曰：循当下之，言当发汗，或难其意。婆曰：循外食，言内食，故治之遗书。即各与药，明旦并起，言独言心与数人共后陀。是至，婆谓心曰：君身中佳否？心曰：自如常。婆曰：君有疾病见于面，莫多饮酒，坐必归，行数里，心足头眩堕车，人扶江海，载归家，终速死。TG 21故都邮顿子献得病己差，一陀氏脉曰：上虚，未得复，勿为劳事，狱内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其妻闻其病除，从100余里来省之，指宿交接，中间3日发病，亦如陀言。都邮徐亦得病，陀往省之，
亦谓陀曰：左使依曹利流租正胃管气，便苦咳嗽，欲卧不安。陀曰：次不得胃管，物中干也。10当日减，5日不救，遂如陀言。东阳陈熟山小男2岁的疾，下利尝先啼，日以雷困，问陀。陀曰：其母怀屈，阳气内养，乳中虚冷，而得母寒，故令不食欲。陀与四物女晚玩，10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侧，差事其手，深呼无赖。陀令温汤浸热，自守其中，足可得寐。但旁人数未一汤，汤令暖之。其旦即愈。君立梅平得病，除名海家，家居广陵，未至200里，指亲人舍有亲。陀偶至主人许，主人令陀视平。陀谓平曰：君早见我，可不至此。今即已节，促去可得与家相见。5日足，应时归，如陀所刻。陀行道，见一人病淹塞，适时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救。陀闻其呻吟，驻车往视，与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鸡大作，从取3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陀言，力吐舌笑，现车边，欲造陀。陀尚未还，小儿系门前，逆见，自相谓曰：似逢我公，车边病逝也。急者前入座，见陀北壁现此舌背，约以10数，又有一郡守病。陀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祸而不佳。至无和气去，留书骂之。郡守果大怒，令人破桌杀陀。郡守子知之，属使勿逐。守称会忌甚，吐黑血数生而愈。又有一事，大夫不快。陀云：君病深，当破复取。然君寿亦不过10年，并不能杀君。忍病10岁，受具当尽，不足故自哭裂。士大夫不耐痛痒，必欲除之。陀遂下手，所患寻差，10年尽死。TG 22广陵太守陈登得病，胸中烦闷，面赤不食。陀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数生，欲成内居，实心物所谓也。即作汤2升，先服1升，思须尽服之。时清，吐出3升许虫，势头皆动，半身是生于快也。所苦便愈。陀曰：此病后3期当发，欲良，一乃可济救。一其果发动，时陀不在，如言而死。太祖闻而召陀，陀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陀真格，随手而插。李将军妻病甚，呼陀视脉曰：伤身而胎不去。将军言：闻坚实伤身，胎已去矣。陀曰：按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陀舍去，复稍小插，100余日复动，更呼陀。陀曰：此脉故是有胎，前当生2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而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悟，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造着母疾，故使多疾痛。今当与汤，病真易处，此死胎必出，汤真既佳，腹痛即如欲生者。陀曰：此死胎，久哭，不能自出，以使人探之。果得一死难，手足顽具，色黑，常可齿所。陀之绝技，凡此类也。然本作世人，以一见业，亦常自毁。后太祖亲礼，得病高笃，使陀专事。陀曰：此境难继，恒氏公治，可延岁月。
陀久远家思归，因曰当的家书。方欲战海尔，告家，此以妻病，数起其不反。太祖累疏忽，又斥郡县发遣，陀氏能验时事，犹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王简，若妻性病，赐小豆40斛，宽价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传付许玉，考验手服。荀彧请曰：陀数10公，人命所限，宜韩诱之。太祖曰：不忧，天下当无此属辈耶？遂考进。陀临死，出一卷书与玉立，曰：此可以活人。立未法，不受。陀亦不强，所火烧之。陀死后，太祖头风未除。太祖曰：陀能御此，小人养无病，欲以自重，然无不杀此子。地中当DG 23，吾为我断此根源耳。及后爱子仓书病因，太祖叹曰：吾武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初，君历里程苦咳嗽，昼夜不误，时吐脓血，疑问陀。陀言：君病常痈，咳之所吐，非从肺来也。与君散2钱。方复2蒸于脓血气，快自养，1月咳小起，好自将艾，1年便见。18岁当以小发，服此散，必行复差。若不得此药，故当死。复于2钱散，成得药，去5、6岁。亲中人有病如成者，未成，曰：亲今强健，我欲死，何忍无急去药？以待不恙，先持待。我差，为亲从华佗更所，诚与之，以故道桥。是执驼剑，收，匆匆不忍从求。后18岁，成病尽发，无药可服，以至于死。广陵五卜、彭城樊阿皆从陀学，卜一准陀志，多所全记。于卜曰：人体欲的劳动，但不当使疾耳。动摇则骨气的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由护书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先者未倒，引之势，熊颈吃故，引脘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数，名五禽之系，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必以除疾，并力提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系，沾如汗出，因上着粉，身体轻便，腹中欲食，虎施行之，年90余。耳目聪明，齿牙顽坚，阿善真术，凡医闲言备及胸藏，之间不可妄真，真之不过4分，而阿真备入1、2寸，巨阙胸藏，真下5、6寸，而病者皆抽。阿从陀求可服11余人者，陀受矣。7夜青年散，70泻1升，青年泻14两，以是味律。芒斗服，去3重，立5藏，清体，使人头于白。阿从其言，寿100余岁，7夜处所而有。青年生于丰沛彭城及朝歌云。杜魁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为雅乐郎。中平5年，即去官州郡司徒李辟，以事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要为汉主和雅乐。岳备，表欲停观之。魁谏曰：今将军号，不为天于何乐？而停坐之，吾乃不可乎？表纳其言而止。PG 24。后表子从将太祖，太祖以魁为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魁善终虑，聪思过忍，丝竹8音，
你所不能，为歌舞非所长。13郎邓进引其善咏雅乐，歌诗引胡能歌宗庙交四之。许舞狮冯素扶杨小之先代诸舞。魁总统研经，原考诸经，竞采故事，教习讲义，备作乐器，少妇先代古乐，皆自魁始也。黄初中，为太乐令协律都尉，汉注中公柴玉桥有意思，行器之中，多所造作，亦为时贵人见之。魁令御铸铜钟，其声均清浊多不如法，数回改作，欲甚厌之。谓魁清浊任意，火炬汉魁，魁欲更相白干太祖，太祖取所铸中，杂错更是。然后知魁为今而欲之望也，于是罪欲及诸子，皆谓养马氏。文帝爱黛玉，又常令魁于左院等于宾客之中吹笙鼓琴。魁有难色，由是帝亦不悦，后因他是系魁，使院等就学。魁自谓所习者雅，仕宦有本，亦犹不满，遂处免以足。弟子河南赵登、张泰丧父，备至太乐城，下陪陈行思虑，中即将。自左延年等虽妙语音，贤善正声，其好古存正末及魁。朱建平，沛国人也，善相术，于驴象之间，笑靥非一。太祖谓魏公，闻之，赵魏郎。文帝谓武关将，座上会客30余人。文帝问几年寿，又令便相重兵。建平曰：将军当寿80，至40时当有小恶，愿谨护之。谓夏侯威曰：君49未位，周穆而当有恶，恶若得过，可年至70，至魏公府，未应。渠曰：君62未尝伯，而当有恶，先此1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也。谓曹彪曰：君据樊国，至57当，恶于兵，宜善防之。初，颍川荀攸中邀相与亲善，攸先往，子幼由经济其门户，欲嫁其妾，与人书曰：吾与公达曾共使朱建平相见。平曰：荀君虽少，然当以后事父中君。吾时周之曰：唯当嫁亲阿兀耳，何异此子尽早允眉？戏言遂厌乎？今欲嫁阿兀。PG 25，使得善处，追思建平之妙。虽唐举许父何以复家也？文帝黄初7年，年40，病困。谓左右曰：建平所言10，谓昼夜也，吾其决矣。亲之，果崩。夏侯威为兖州刺史，年49，12月上旬的吉，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欲作仪，令即送丧之备。贤使速办，至下旬转差，垂以平复。30日，仄，请纪纲大力设酒，曰：吾报苦建平。明日鸡鸣，年变5， 10，建平之戒，真必过矣。威罢课之后，和民即动，夜关岁，卒。渠61未代中，直省内，歘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于是数聚会，并即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其1年，60，三卒。曹彪封楚王，年57，坐与王陵通谋，赐死。凡说此，备无不如也，不能具详，故粗记数事。为相司空王昶征北，将军承喜中领军王肃有撮叠云：肃年62，疾笃，众医病，以为不愈。肃夫人问遗言，肃云：建平相我于70，未至3，公
今皆谓也。将何虑也乎？而速尽足。建平右善相马。闻帝将出，取马外入。建平道遇之语曰：“此马之乡，今日死矣。帝将乘马。马阿一乡。今夜闻帝息，帝大怒，即便杀之。建平黄出中卒。周宣字孔和，乐安人也。魏郡吏。太守杨沛孟人曰：八月日曹公当至，必与军帐，饮以药酒，使宣战之。是时黄今贼起。宣对曰：夫帐起弱者，要治人病。8月1日，贼毙，除灭。至齐，贼果破。后东平刘真孟蛇生4卒，血居门中，使宣战之。宣曰：此为国梦，非君家之事也。当杀女子而坐。贼者，轻之。女贼正将遂聚以讨，以蛇女子之降。卒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问宣曰：吾梦殿屋梁瓦坠地，化为双鸳鸯，此何谓也？宣对曰：后宫当有报死者。帝曰：无诈卿耳。宣对曰：夫梦者一耳，苟以行言，便战吉凶。言未毕，而黄门令奏宫人相杀，无己。帝复问曰：我昨夜梦清气。TG 26。自帝属天。宣对曰：天下当有贵女子冤死。是时，帝以前使赐真后喜书，闻宣言而悔之。潜入破使者不及。帝复问曰：吾梦魔前闻，欲令灭而更欲明，此何谓邪？宣怅然不对。帝众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耳而太后不听，是以闻欲灭而明耳。时帝欲治帝职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以宣为中郎，属太史。常有问宣曰：吾昨夜梦见刍狗，其战何也？宣答曰：君欲的美食耳。有卿出行，果欲封善。后又问宣曰：昨夜常见刍狗，何也？宣曰：君欲堕车者脚，一戒慎之。论之，果如宣言。后又问宣：昨夜梦见刍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当善护之。恶遂火起，与宣曰：前后30，皆不梦也，辽视君耳，何以皆厌邪？宣对曰：此神灵动君使言，故与真梦无异也。又问宣曰：三梦刍狗而其战不同，何也？宣曰：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使梦，当的饮食也。祭祀祭器，则刍狗为车所立，故中梦，当堕车者脚也。刍狗继车槊之后，必载以为桥，故后梦忧失火也。宣之续梦，凡此类也。10中8九，是以比见平之相矣。其余孝故不次列。明帝末卒，管路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丑，无威仪而嗜酒，饮食言细，不则非类，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父谓立曹，立曹名郭，恩兄弟3人，皆得必极。实录是其所由。录曰：卦中有君本，木中有女鬼，非君伯母，邦属母也。袭饥荒之事，邦有利，其数生米者，排着井中，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浑冤痛，自诉于天。于是恩替泣服罪。广平刘凤麟父病困，以买官器。时正月也。使录战曰：命在8月辛卯日中时，临未必不然，而复见差。至秋发，动，亦如录言。录往见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录曰：当有见妇人，生一男儿，落地便走入灶中死。
右床上当有一大蛇。PG 27咸比小大共事，须臾去之也。又乌来入室中，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怪。击大惊，问其吉凶。陆曰：直观舍。久远，魑魅魍魉谓怪耳，而生便走，非能自走，直送无忌之腰，将其入灶也。大蛇咸比，直老叔左耳。乌与燕斗，直老临下耳。今卦中见象而不见其凶，知非妖鹫之争，自都忧也。后足无患，时性都令家妇女惊恐，更护疾病。实陆视之，陆曰：君，北堂西头有两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头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陷痛不得饮食也。昼则服油，夜来病人，故使惊恐也。于是觉喜骸骨，家中皆愈。清河王今去观海家，陆羽相见，今曰竟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烦作卦。卦成，陆曰：爻吉，无谓怪也。君夜在行户前，有一流光如焰绝者，入君怀中，殷殷有声，内神不安，解衣访阳，招呼妇人，密所余光。今大笑曰：实如君言。陆曰：吉，千官之争也。其应行至，亲之。今为江夏太守，陆又至郭恩家，有飞鸠来在梁头，民甚悲。陆曰：当有。老公从东方来，西屯一头，酒一壶。主人虽喜，方有小故。明日国有客，如所战，恩使客解酒戒肉，甚火，而射击作时，见从树间击中数岁女子手，流血经部。陆至安得令刘长人家，有明确来在的阁屋上，其声甚急。陆曰：却言东北有妇昨杀夫，牵引西家人夫离楼，后不过日，在于渊之际，告者至矣。告时，国有东北同5名来告林副手，杀其夫，诈言西家人与夫有嫌，来杀我婿。陆至猎人点农，王弘只许，有飘风高3尺余，从身上来，在庭中床床回转，席一复起，良久乃止，只以问陆。陆曰：东方当有马立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胶东立道，侄子果亡，直问其故。陆曰：PG 28其日乙卯，则长子之后也。木落于身，窦见身，身破营，死丧之后也。日加午而风发，则马之后也。离为文章，则立之后也。生为虎，虎为大人，则父之后也。有雄至飞来，庚直内临柱头，直大以不安，令陆作卦。陆曰：到5月必迁，13月也。至其，直果为渤海太守，馆陶令诸葛元迁新兴太守。陆王祖见之，宾客并会，元自其取燕卵、蜂蜜之诸者气中，使射父。卦成。陆曰：第一物，寒气虚变，一乎与堂，穷，此以行。是既书章，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道玄，门户众众多，藏经欲读，得秋乃化，此风科也。第三物，狐素长足，兔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举作惊喜，陆足凶笑。国居在赤丘，陆往从之，与2客会。客去后，陆谓孝国曰：此2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
一变俱起，双魂无宅，流魂于海，骨归于家。少许时当病死也。复数10日，二人饮酒，醉，夜共载车，牛津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当此之时，陆之邻里，外户不闭，无向偷窃者。清河太守华表赵陆为文学院。安平赵孔要见陆于冀州刺史裴辉曰：陆雅性宽大，与世无忌，仰观天文则同妙干公时申，俯览周易则其思祭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忧叟，流经九高，陆宣蒙因何之应，得及与夷之时。辉于是辟为文学从事，隐与相见，罢善有之，喜不惧禄，迁至中别驾。出应州诏，与弟季如共载，至武城西，自挂吉凶。与如云当在故城中见礼，尔折乃显，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见离共具成册，兄弟并喜。正19年举秀才，12月28日，吏部尚书何晏请之。邓阳在晏许，晏谓陆曰：闻君者一神妙，是未作一卦，知未当至3公部。又问连梦见轻盈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异故？陆曰：扑飞枭，天下见鸟，及其在时真，则怀我好音。况 PG 29，陆心非草木，感不尽中。袭元凯之必仲华，宣惠慈和，周公之继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万国咸宁。此乃吕道修，应非博士之所名也。今君侯为崇山岳，视若雷电，而怀德者先，位微者众，待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彼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为，所以常守贵也。今轻盈臭恶，而及之焉。魏郡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淫之术，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终日谦；雷在天上曰壮。谦则剖多益寡，壮则非礼不履。未有损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愿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司尼父彖象之意，然后3公可决，轻盈可屈也。阳曰：此老生之常谈。陆达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晏曰：过岁更当相见。陆还一舍，据以此言语就事。就是则陆言太切至。陆曰：与死人语，何所谓邪？就大怒，谓陆狂悖。遂朝西北大风，尘埃蔽天，10余日，文彦、杨阶诸，然后就事乃服。时路过魏郡太守钟毓，共论异议。陆因言不可知，君生死之日，御史是其生日月，如言无撮叠。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复天，不以复君，遂不复事。欲问陆：天下当太平否？陆曰：方今49天非，利见大人，神武生见，王道闻名，何忧不平？欲未解陆言。吴己、曹爽等诸，乃折物云：平原太守刘斌取印囊及山鸡毛者器中。是事。陆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月言，言有鸟诸身，羽髻玄黄，名不失尘。此山鸡毛也。兵曰：此郡官舍，连有变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陆曰：或因汉末之乱，兵马扰攘，军士流血，污染丘山，
故因昏细多，有怪行也。民府道德高妙，自天佑之，愿安百路，以光修宠。清河令徐继龙使人行猎，令鹿是其所得。鹿曰：当或小。PG 30兽，复非实情，虽有爪牙，为而不强；虽有文章，威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猎人目归，果如鹿眼。继龙取13种物，折大茄中，使鹿射。云气中界有13种物。先说箕子，后道蚕蛹，遂一一明之。唯道书未皮耳。鹿随君西行，过无丘头木下，以树安营，精神不乐。人问其故，鹿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垒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狮，朱雀悲哭。四维以备，法当灭族。不过2载，其应至矣。足如其言。后得休，过清河泥。太守10天旱。泥问鹿与其，鹿曰：今夕当雨。是日亦燥，昼无行祀，府城即令在坐。咸谓不然。稻谷一中，星月皆没。风云并起，尽成快雨。于是泥圣修主人礼，共谓欢乐。正元2年，帝臣谓鹿曰：大将军待君义后，既当富贵乎？鹿长叹曰：吾自知有分之耳。然天于我才名，不与我年寿。恐47、8间，不见女嫁而娶妇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阳令，可使路不拾遗，包谷不明。但恐至泰山至鬼，不得至生人。如何？臣问其故。鹿曰：吾额上无生骨，眼中无手筋，鼻无良孝，脚无天根，背无3甲，腹无3人，此皆不受之验。又无本命在寅，家月时夜生，天有常数，不可得会，但人不知耳。吾前后相当死者过100人，略无错也。是岁8月，未少府城。明年2月卒，年48。评曰：华佗之一枕，杜魁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弄，管路之术士，承接玄妙之书巧，非常之绝技矣。习使谦，这扁鹊、苍公、日者之传，所以广义文而表其事也。故存录云耳。PG 31三国志卷30魏书30。乌丸鲜卑东夷传，书载蛮夷华夏，师称咸云孔赤，久以其位，中国患也。秦汉以来，匈奴久未边害。孝武虽外事4夷，东平2月，朝鲜西讨2师大宛，开穷札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为中国轻重。而匈奴最逼于诸夏，胡其南侵则3边受敌，是以屡遣魏或之江，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扰眼之地。后遂保塞称樊，是以衰弱。建安中，忽除全南单干入朝，遂留内代，使右贤王辅齐国，而匈奴折节，过于汉旧。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善汉漠南之地，后报成邑，杀掠人民，北边仍受其困。会袁绍兼河北，来福有3郡乌丸，宠其明王而收其旌旗。其后上西又逃于蹋顿，蹋顿又萧武，边长老皆比之莫独，是其族远，感受亡命，以穷百蛮。太祖前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设伏，威震朔土，
遂引乌丸之众服从征讨，而边民的用安息。后鲜卑大人科比能复制御群敌，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仲、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忧并苦之。田豫有马成之围，必鬼有行北之败。青龙中，帝乃听。王雄遣剑客刺之，然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插安。汉末南少事，虽时颇超道，不能复相山洞矣。乌丸、鲜卑及古所谓东胡也。其习俗前世，传汉记者几录而载之矣。故但举汉末未出以来，已被四夷之变云。PG 32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利居，众5000余落。上古乌丸大人南楼众9000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言，众1000余落，自称翘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800余落，自称汉鲁王，皆有计策勇健。中山太守张纯叛人丘利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清、徐、幽冀4州，杀略利民。灵帝末，以留于魏幽州牧胡斩纯首。北周乃定。后丘利居死，子楼班年小，从子踏顿有5略，戴笠总摄3王，部众皆从其教令。袁绍与公孙瓒连战不绝，踏顿遣使诣绍求，和亲助绍及瓒，获之。绍矫至赐踏顿、南翘王、汉鲁王应受，皆以为单于。后楼班大，翘王虑其部众奉楼班为单于，踏顿为王。然踏顿多画计策，广扬言柔，少梅乌酒，鲜卑中，为其种，所归信。柔乃因鲜卑众，杀乌丸校尉行举代之。绍因宠魏以安。北边，后袁尚败奔踏顿，平其事，复图冀州，会太祖平河北。柔率鲜卑、乌丸归附，遂因以柔为校尉，由持汉使节，至广宁。如旧，建安11年，太祖自征踏顿于柳城，前军诡道，未至100余里，卢乃绝。上与踏顿将众逆战于樊城，兵马甚盛。太祖登，高望鲁臣，柳军未尽，观其巧动，乃击破其众。凌晨斩踏顿首，死者备也。速复完、楼班、乌延等走辽东。辽东西斩，传宋齐、绍，其余一泵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西喜齐，卒居中国，率从齐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民齐，鲜卑部度根既立，众稍衰弱。中兄弗罗罕一别勇众数万位。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部度根与科比能等因乌丸校尉颜柔，上贡献。后代郡乌丸能臣低等叛，求属弗罗罕。弗罗罕将万余，其迎之，告桑干、低等意，以为弗罗罕不威尽宽缓，恐不见计，更遣人呼科比能。比能即将万余骑到，当贡盟誓。比能便于会，上杀弗罗罕。弗罗罕子谢归尼及部众悉属比能，比能自以杀归。PG 33尼父特诱善遇之，部度根由是愿比能。文帝见作，田豫魏乌，丸校尉，持节并护鲜卑，屯昌平。部度根遣使献马，帝拜魏王。后书与科比能更相攻击，部度根部众稍寡弱，
将其众万余落保。太原雁门郡，不度根乃使人招呼谢归尼曰：“汝父为彼能所杀，不念报仇，凡属怨家。今虽后代汝，是欲杀汝计也。不如还我，我与汝是骨肉至亲，其与仇等。由是归尼将其部落逃，归不度根，彼能追之弗及。至黄初5年，不度根亦缺贡献，后加赏赐。事后一心守边，不畏寇害，而科比能众遂强盛。明帝即位，物欲虽和戎狄，以其征伐，羁縻2部而已。至青龙元年，比能诱不度根申结和亲，于是不度根将谢归尼及部众西保比能，后超并州，杀掠利民。帝遣骁骑将军秦朗征之，归尼叛比能，将其部众将败归一王。自壮辉取盖鼓吹，居并州如故。不度根为比能所杀。科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重推，以为大人。部落竞赛，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损，颇学文字，故其乐欲不重。拟则中国，出入异列，建立金辉，以古节未进退。建时中，因颜柔上贡献。太祖西征，关中田营反河间，比能将3000余骑随柔击破营。后代郡乌丸，反，比能复助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张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后复通贡献。延康初，比能遣使献马。文帝亦立比能为父一王。黄初2年，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500余家，还居代郡。明年，比能率部落大人小于代郡乌丸修武卢等3000余骑，驱牛马7万余口交市，遣魏人1000余家居上谷。后与东部鲜卑大人粟，立即不度根3部争斗，更相攻击，田欲和，时不得相亲。5年，比能复及粟立，欲率轻骑进晋己其后。比能使别小率所奴，拒欲进讨，或走之。由是怀2，乃与辅国将军先于府书曰 ：“Pg 34，夷狄不是文字，故校尉颜柔保我于天子。我与粟立未仇，往年攻击之，而田校尉助粟立。我凌晨使所奴往，闻使军来，即便引军退。不度根数超道，又杀我弟，而诬我以超道。我夷狄虽不知礼义，兄弟子孙受天子应受。牛马上之美水草，况我有人心邪？将军当保明我于天子。服的书以闻，帝复使谕，招纳安慰。比能众遂强盛，控弦10余万骑，每超掠得财物。均平分赋，一爵目前，终无所思，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尽惮之，然犹未能及谈时怀也。太和2年，欲遣意下舍一比能女婿欲助监部舍为监所杀。其秋，欲将西部鲜卑蒲头谢归尼出塞讨欲助监，大破之，还至马城。比能自将3万骑为御7日。上古太守严至，柔之地也，素为鲜卑所备。至王解狱，即解为去。后幽州刺史王雄并领校，魏服以恩信。比能数款塞，益州奉贡献。至青龙元年，比能又纳不度根，使叛并州，与结和亲。自乐万骑引其累众于行北。并州刺史毕轨遣将军苏尚、董弼等击之。比能遣子将其与上等，
会战于楼烦，凌晨害上毕。至3年中，雄前勇士韩龙刺杀比能，更立其弟，肃立弥家绝击皆魏大人，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道远出不畏边患，然其种众多于比能。建安中，因颜柔上贡献，通事太祖皆表宠以为王，绝击死，又立其子杀。莫汉魏亲汉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献马。文帝立肃立弥家尉，归义王。肃立与比能更相攻击。太和2年，肃立死，子小，以帝乘律归魏王，代赦其众。书称东见于海，西备于流沙，其九服之志，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外，从翼而至，非足击车轨所及，未有知其国，俗书方者也。自于冀州，西戎有白环之县，东夷有粟甚之贡，皆旷世而至，其辖原也如此。及汉室遣张骞使西域，穷河源，经历诸原，遂至都护以总领之。然后西域之事俱存，故汉公德 PG 35详载焉。魏兴，西域虽不能尽制，其大国归资于至康居、乌孙、疏勒、越氏、鄯车师之属，吾遂不奉朝贡，略如汉。是故事，而公孙渊仍父祖3世有辽东，天子为其绝域，唯以海外之事，遂隔断东夷，不得通于诸夏。景初中，大兴师旅，朱渊又遣军伏海，收了浪代方之郡，而后还表密然。东夷区胡，其后高句丽背叛，又遣偏师制讨，穷追极远，于乌丸、谷、都过沃举，见粟甚之庭。东临大海，长老说有一面之人，信日之所出，遂州观诸国，采其法俗，小大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记。虽夷狄之邦，而祖斗之象存。中国失礼，求之四夷，犹信，故传次其国，列其同义，以皆前史之所谓备焉。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兔千里，南与高沟里，东与一楼，西与鲜卑街，北有弱水，方可2000里，户8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林广泽。于东夷之域最贫鄙，土地夷无谷，不生无果，其人粗大，性强勇谨厚，不寇超。国有君王，皆以6处名官，有马家、牛家、猪家、狗家大使者，使者，亦落有豪民，民下户皆为奴仆。诸家别主4出，道大者主数千家，小者数百家，食饮皆用祖豆。会同、拜爵、喜爵，依让升降，以应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饮谷。于是时断刑狱，解囚徒，在国衣上白布大妹，袍裤履革榻，出国则上增绣锦记。大人家狐狸，又白黑雕之，裘以金银饰帽，人传词，皆贵，首句地窃语，用刑严极，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窃盗一则12，男女淫，妇人妒，皆杀之。由僧妒，以杀。师之国南山上，至腐烂，女家欲的，书牛麻乃与之。兄死妻嫂，与匈奴同俗，其国善养生，出名马，是欲雕幼美猪，猪大者如酸枣，以弓使刀矛卫兵，
家家字，有楷杖，国之其老自说古之亡人，坐城山阶远，有四牢狱，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烹日声不绝，有军事亦祭天，杀牛关体矣。PG 36战吉凶，提节者为凶，和者为吉。有敌，诸家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其死，下月皆用兵，杀人殉葬，多者百数。后葬，有果无官。夫余本属玄兔。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微服外夷。夫余，王魏仇台更属辽东。时巨力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鲁之间，妻以宗女。魏仇台死，简魏居立，无世子，有孽子麻余。魏居死，诸家共立麻余。牛家兄子名魏居，魏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正史中，幽州刺史吴秋检讨巨力，遣玄兔太守王其义夫余。魏居遣大家交营，攻军粮。继父牛家有二心，魏居杀继父父子，即没财物，遣使部练送官。救夫余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则归咎于王。或言当义，或言当杀。麻余死，其子伊律年6岁，立以为王。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欲以复玄兔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兔库有玉匣一具，今夫余库有玉，必归散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其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应文言水遂王之应。国有故城名水遂城，盖本水遂末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王人，亦有四也。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水遂末，东与沃举，北与夫余街，都于完都之下，方可2000里，户3万，多大山深谷，无原则，随山谷以为居，时见水，无良田，虽立殿座，不足以食口腹。其俗节食，好之公事，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辞灵星社稷。其人性凶极，喜寇超，其国有王，其官有乡。家对炉配者古除家主部幽台城，使者造一仙人，尊卑各有等级。东夷就于以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其性气衣服有异，本有5族，有魏奴都爵奴部、顺奴部、冠奴部、贵楼部，本捐奴部为王，稍为弱，今贵楼部代之。汉时 PG 37自鼓吹祭人，常从玄兔郡受朝服。一则高句丽令主其名籍，后稍交字，不复义郡。于东借筑小城，置朝服一则其中，岁时来取之。今湖犹名此城为则勾楼。勾楼者，巨力名城也。其制官，有对炉则不置配者，有配者则不置对炉。王之宗族，其大家皆称古除家，捐奴部本国主。今虽不为王，是统大人，得称古除家，亦得立宗庙，慈灵星社稷。爵奴部是与王婚，家古除之号。诸大家亦自治使者造一仙人，民皆远于王，如卿大夫之家臣，会同坐起，不得与王家使者复一仙人同列。齐国中大家不殿坐，坐使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于间供给之。其民喜歌舞，国中亦落。
牧业男女群聚，相救歌戏，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民之谓福金，其人节亲自喜，善藏酿，贵拜身，一角，渔夫于邑，行步皆走，以10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蒙。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家主不投者则，如则而无余；其小家者丰，形如变。其国东有大穴，名岁穴。10月国中大会，迎岁神还于国东上祭之，至暮岁于神座，无牢狱，有罪诸家平邑，便杀之。媒人妻子为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语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后，名序屋。序木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起得救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放顿钱帛，至生子已长大，乃将复归家。其俗淫，男女以嫁娶，便稍作送终之一，后葬。金银财币尽于送死。积石未丰，列种松柏，其马皆小，便登山。国人有气力，习战斗，握举东，水遂皆属焉。又有小水墨，据力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人海，据力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谓小水墨。出好功，所谓墨功是也。王莽出发高句丽兵以伐胡，胡欲行，强迫遣之，皆亡出塞。魏寇到，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魏所杀。州郡县归咎于据力侯。陶言犹奏言，莫人犯法，罪不起于陶，且宜安慰。今违背 TG 38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听，赵游及之，犹诱其据力侯逃至，而斩之，传送其首诣长安。莽大悦，布告天下，更名高句丽卫，下据力。当此使魏侯国。汉光武帝8年，高句丽王遣使朝贡，使见称王，至商安之间，据力王公数寇辽东，更属玄兔。辽东太守蔡丰、玄兔太守姚光以攻魏2郡害，兴师伐之，公诈降请和，2军不进，公密遣军攻玄兔，焚烧后城，入辽遂，杀利民。后公复犯辽东，蔡丰亲将力士追讨之，军败没，公死。于伯故吏、顺、桓之间，复犯辽东，寇新安、居乡，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杀代方令，掠得乐浪太守妻子。灵帝建宁2年，玄兔太守耿林讨之，斩首虏数百级。伯故将，属辽东，家西平中。伯故其属玄兔。公孙度之雄海东也。伯故遣大家幽居，主不然人。本助度及负山贼，获之。伯故死，有2子，长子拔其，小于一夷摩，拔其不孝，国人便共立一夷摩为王。自伯故时，数寇辽东，又受王胡500余家。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破其国，焚烧邑落，拔其怒为凶而不得利。于魏奴家各江下户3万余口。义康将，还筑废流水，将胡亦叛一夷摩，一夷摩更作新国，今日所在是也。拔其遂往辽东，有子刘据立国，今古除家伯未居，是也。其后复及玄兔，玄兔与辽东合集，大破之。一夷摩无子，迎冠奴部，生子名魏公。一夷摩死，立以为王。
今巨力王公是也。其曾祖名公，生能开目视，其国人恶之。及长大，果凶虐，数寇超，国见残破。今王生堕地，亦能开目。是人巨力乎相似魏魏，似其祖，故名之魏魏公。魏公有力，便鞍马，善猎射。景初2年，太尉司马宣王率众讨公孙渊。公前主部大家将数千人驻军。正始3年，攻寇西安平。其5年，为幽州刺史吴秋俭所破，余在简传。东沃举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滨大海而居。其地形东北 PG 39，狭，西南长，可千里。北与一楼夫余，南与为岁末街，户5000。吴大君王，世事易落，各有长帅。其言语与巨力大同。时小，义汉初，燕王人未满王朝先，时沃举皆属焉。汉武帝元丰2年，伐朝鲜，杀满孙右渠，分其地为4郡，以沃举城为玄兔郡，后为一墨所侵，徙巨力西北，今所谓玄兔，故府是也。沃举还属乐浪。汉以土地广远，在丹丹大岭之东，分至东部都尉，至不奈城，别逐岭东7县。时沃举一皆魏县。汉光武6年，省边郡，都尉有此罢。其后皆以其县中渠帅魏县。侯不奈华丽，沃举诸县皆为侯国，夷狄更相攻伐，为不奈。水遂侯至今犹至公曹主部诸曹，皆税遂民作之。沃举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献国之治也。国小，迫于大国之间，遂臣属。巨力复置其中大人为使者，使相主领，又使大家统择其租税，莫不于沿海中食物，千里担负置之。又送其美女，以为婢妾，遇之如奴仆。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夷五谷，善田种，人性直强勇，少牛马，便持毛布战。食饮居处，衣服礼节，有4巨力。其葬作大木椁，长10余丈，开一头作户，心死者皆架埋之。才使复醒，皮肉尽，埋取骨至椁中，举家皆供。一椁，刻木如生形，随死者未数，又有瓦金粒，置米其中，边线之于椁户边。吴秋俭讨巨力，巨力王公奔沃举，遂尽师及之。沃举亦落，皆破之，斩获首虏3000余级。公奔北沃举，北沃举一名至佝偻，去南沃举800余里，其俗南北皆同，与一楼接。一楼喜乘船寇，超北沃举谓之。下月横在山岩深穴中为守备，东越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其别遣追讨公，尽其东界，问其老。海东复有人部，其老言国人常乘船捕鱼，遭风箭吹数10日，东得一岛，上有人，言语不相晓。其俗常以7月娶童女神海。又言有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说的一不一，从海中浮出 PG 40，其身如中国人衣，其两袖长3丈。又的一破船，随波在海岸边，有一人向中复有面，生得之，语不相通，不食而死。其余皆沃举东大海中，一楼在夫于东北1000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举皆，谓之其北所及。其土地多山险，
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俱力。同，有五谷、牛、马、麻布，人多勇力，无大军场。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为好。土气寒，聚于夫余。其俗好养猪，食其肉，逼其皮。冬以猪羔涂身，后数分，以御风寒。夏则罗毯，以齿不引其前后，以避形体。其人不洁，坐混在中央，人为其表居。其弓长4尺，力如弩。是用户长尺8寸，轻时未足。古之速甚是之国也。善射，射人者皆入阴，使尸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雕，今所谓一楼雕饰也。自汉以来，臣属夫余。夫余则其租负重，以黄初中判之。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为其攻使，卒不能服也。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东夷饮食类皆用祖豆，唯一楼部，法俗最无纲纪也。水遂南与成寒，北与高句丽、沃举接，东穷大海，今朝先知，东接其地也。户2万，袭箕子既是朝鲜，作8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弊而民不畏道。其后40余世，朝鲜侯怀建号称王，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明必地朝鲜数万口。燕人谓满，颓节夷服，复来王之。汉武帝伐灭朝鲜，分其地为4郡。自是之后，胡、汉稍别，无大军场。自汉以来，其官有侯一军，三老同主下户，其老就自谓与俱力同种。其人性怨却，少嗜欲，有廉耻，不请俱力。言语法俗大抵与俱力同。衣服有异，男女衣接着取领。男子系银花广数寸以为是。自丹丹大山陵以西属乐浪，自陵以东7县，都尉主之，皆以税岁为名。后省都尉，封其渠帅为侯。今不奈水岁皆其种也。汉末更属俱力，其俗崇山。PG 41，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想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讳，疾病死亡者捐弃旧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蚕桑作棉。小后新秀，欲之年岁封曰，不以珠玉为宝。常用10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5，民之谓5天。又祭胡以为神，其邑落相侵犯，折相伐则生。口牛马，民之谓则祸。杀人者常死，少寇盗，作矛长3丈，或数人共持之，能不战。乐浪善攻出其地，其海出斑鱼皮，土地饶文豹，又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正始6年，乐浪太守刘茂代方太守公遵以领东水，遂属俱力。兴师伐之，不奈侯等举义将。其8年，亦缺朝贡，赵更败不奈，谁遂亡。居处杂在民间。40邑郡朝宴。历史豫之如名，韩在代方之南，东西以海卫县，南与倭街，方可4千里。有3种，一曰马韩，二曰陈韩。3日曰韩、陈韩者，古之陈国也。马韩在西，其民土著，种植，织蚕桑，作棉布，各有长帅。大者自名谓陈志，
其次为异界，散在山海间。吴城国有原乡国、某水国、桑外国、小石所国、大石所国。优修谋卓国、陈喷孤国、博济国、素卢布斯国、日华国、古旦者国、古离国、怒兰国、月之国、资离谋卢国、素卫干国、古元国、莫卢国、卑弥国、战离卑原、陈信国、知青国、狗卢国、卑离国、坚西卑离国、古蒲国、智利局国、冉陆国、而邻国。四卢国、内卑离国、感西国、万卢国、辟卑离因、日斯乌旦国。义离国、不弥国、支半国、狗宿国、结卢国、谋卢卑离国、陈苏图国、莫卢国、古腊国、灵宿半国、陈云兴国、如来卑离国。楚山图卑离国、夷难国、狗西国、不云国。不斯喷邪国、元池国、干马国、楚离国、凡50余国。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总10余万户。成王至月之国，陈至或家忧乎陈云遣之报安协促，知喷陈离而不利居协秦之廉之号。其官有位律善，义军威义。侯中即将都尉伯常。PG 42。侯准季建号称王，魏燕王人魏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人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有奉其祭祀者。汉时属乐浪郡。40朝夜，桓临之末，韩税遂强盛，郡县不能治，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代方郡，遣公孙模、张长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税遂，旧民烧出。事后倭韩遂属代方。景初中，明帝密遣代方太守刘兴、乐浪太守先于4月海定。二军诸韩国臣至加赐义郡应受，其次与异常，其俗好一则，下户义郡朝谒，皆驾一则，自服应受一则千余有人。不从事无，临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成韩8国以与乐浪，立一转有异同。臣至击韩愤，攻代方郡其离营。时太守公尊、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尊战死。二军遂灭韩。其俗少纲纪，国义虽有主帅，亦落杂居，不能善相治御，无跪拜之礼。居处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举家共在中，无长幼男女之别。其葬有果无官，不知乘牛马，牛马尽于送死，以阴珠为财宝，或以坠衣为饰，或以线锦垂耳，不以金银锦绣为珍。其人性强勇，回头路迹，如临兵，衣不袍，足履，革足樵踏。其国中有所谓及官家使逐城郭，诸年少勇健者，皆凿及皮，以大绳冠之，又以杖许木察之，通日欢呼作立，不以为痛，既以劝作，且以为戒。常以5月下种器，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4夺5。10月农功毕，亦复如之。信鬼神，原亦各立一人主祭天神。民之天君，又诸国各有别异。民之谓苏图，立大木，悬灵骨，是鬼神。诸王逃至其中，皆不还之，好作贼。其立苏图之意，有4浮屠，而所行善恶有异。其北方晋郡诸国差小礼俗，其远楚直如囚徒奴婢相聚，无他珍宝。禽兽草木略与中国同。初大 PG 43。
栗，大如梨，又出细尾鸡，其尾皆长5尺余，其男子时时有闻。申，又有舟湖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言语不语。韩童，皆髡头如鲜卑，但衣为好养牛及猪，其衣有上无下，略如裸饰，乘船往来，是买韩中。乘韩在马韩之东，其老传世，自言古之王入必秦邑来事。韩国，马韩割其东界地与之，有成山，其言语不与马韩同。明，国为邦，公为胡，贼为寇，行酒为行商，相呼皆为徒，有四情。人，非但厌其之名物也。民乐浪人谓阿残，东方人民我谓阿。为了浪人本其残于人。今有名之谓秦韩者，时有6国，稍分位12国，变成亦12国。又有诸小别异，备有渠帅，大者名臣制，其次有显策，次有樊税岁，次有沙溪，次有异界，有以抵国部。四国变成弥离洞国，并成皆屠国，秦齐国、南弥离洞国，变成古兹弥洞国，变成古纯氏国，冉西国变成半路国，变成勒奴原，军弥国变军弥国，变成弥乌邪马国，如战国变成甘陆国、护陆国、周先国、马延国变成狗邪国，变成走草马国，变成安协国，马延国变成独卢国，司卢国、悠游原变成韩合24国，大国4、5千家，小国6、7百家，总4、5万户。其12国属成王，成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事相继，成王不得，自立为王。土地肥美，以种五谷及稻，小蚕桑，作坚布，乘驾牛马，嫁娶礼俗，男女有别，以旦鸟与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非。阳，国出铁，韩、税、岁、倭皆从取之，诸士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又以供给2郡，俗喜歌舞饮酒，有色，其形似柱，韩之意，有音曲而生，便以石验其头，欲其扁。今城韩人皆扁头。南，女进倭，亦纹身，便不战，兵仗与马韩同。其俗，行者相逢，皆助让路，变成与城韩杂居。亦有城郭，衣服居处与城韩同。言，与法俗相似，辞祭鬼神有异。诗造皆在户溪，其独卢国与倭皆 PG 44界12国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节轻，长发，亦作广服，细布，法俗特严峻。倭人在代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就100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亦所通30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苟协韩国7000余里，始渡一海，1000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父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400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秦路径，有1000余户，无良田，使海物自活。乘船南北是敌，又南渡一海1000余里。明，曰渤海，至一大国。冠义曰卑狗，父曰卑奴母离，方可300里，多竹木丛林，有3000许家，插有田地，耕田犹不足时，亦南北是敌。又渡一海1000余里至莫卢国，有4000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
行不见前人，毫不渔父，水无深浅，皆沉默取之。东南路行500里，到伊都国。官曰尔之，复曰谢莫姑丙渠姑有1000余户，是有王，皆同属女王国，郡士往来场所住。东南至奴国100里，官曰司马姑，复曰卑奴母离，有2万余户。东行至不弥国100里，官曰多摩，复曰卑奴母离，有1000余家。南至头马伯，水行20日。官曰弥弥，复曰弥弥那利，可5万余户。南至邪马一国，女王之所都，水行10日，路行1月。官有一之马，赐曰弥马生，赐曰弥马获之，赐曰奴加低，可7万余户。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到李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次有司马国，次有以百之奴国，次有伊胁国，次有都之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解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义元，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魏吴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功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之为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境。其南有狗奴国，南子魏王，其官有狗古至卑狗，部属女王。自郡至女王国12000余里。PG 45。男子无大小皆勤念纹身。自古以来，其始益中国，皆自称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金倭水人好沉默捕鱼蛤，纹身亦以燕大于水禽。后稍以为是。诸国纹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记其道理，当在会稽东野之东，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髻，以木棉梢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曲髻，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冠头衣之，种河道苎麻蚕桑系机，出细柱坚冕，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雀，并用毛笋木工，木工短下长，上竹剑或铁足或骨簇，所有无与单耳诸崖同。窝地温暖，冬夏时生来，皆凸显。有巫氏，父母兄弟卧席一处，以朱丹徐，其身体如中国用粉眼，时引用边豆，守时。其死有棺无果，封土作冢，使死庭丧10余日，食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无饮。9以葬，举家邑水中早浴，以如恋慕。其行来渡海一中国，横使一人不梳头，不去己施，衣服垢污，不食肉，不敬妇人，如丧人，民之谓迟衰。若行者极善，共顿其身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迟衰不谨。出珍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楠柱玉章伫立江乌号宫香，其主小甘桃枝，有姜橘椒梭河，不知以为滋味。有猕猴黑雉，其俗举世行来，有所云味，折着骨而破，以战吉凶。先告所播，其词如令归法，是火彻战兆。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是久，见大人所敬，
但薄首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100年，或80-90年。其俗，国大人皆4、5副，下户或2、3副。妇人不淫，不防妓，不盗窃，少争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备有差序，族相臣服，收租赋，有底格。国有事，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制一大律，检察诸国，诸国未旦之，常至伊都国，于国中和。PG 46，如刺史。王前有一京都代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领。经搜录，传送文书赐遣之物一女王，不得差错。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词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谓之恭敬。对应声曰一，比如然诺。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筑7、80年，倭国乱，襄公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是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魏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必千人字。是，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词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山眼，舍，常有人持兵守卫。女王国东渡海1000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诸如国在其南，人长3、4尺。去女王寺1000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航1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河悬可5000余里。景初2年6月，倭女王遣大夫南生米等义郡，求1天于朝。谢太守留下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12月，诏诏书报倭女王，曰：至诏亲为倭王卑弥呼代方守留下遣使送汝大夫南生米。自使都市牛力奉汝所献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颁布2匹2杖，以道汝所在于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卫倭王，驾金印紫绶，装封附带方太守驾受汝。其虽服种人，免为孝顺。汝来使南生米，牛力涉远，道路乐劳。今以南生米为律善中郎将，牛力为律善校尉，驾银印亲授，以见劳赐遣还。今以将地蛟龙仅5匹，将地约素计10张，欠将10匹，干青50匹，拔汝所献供职。又特赐汝干地具文棉3匹，细斑华记5张，白绢50匹，金8两，5尺刀2口，铜镜100枚，珍珠千单各50听，皆将封附南生米。牛力还道路授，希可以是汝国中人，使之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公尊遣建中校尉梯郡等奉诏书应授一倭国，拜驾倭王，并击诏赐金帛锦记刀镜彩物。倭王因使 PG 47上表答谢恩诏。其4年，倭王复遣使大夫医生齐、叶协狗等8人，上献牲口、倭锦、将青肩、棉衣、帛布、丹木、犬腹、短弓。是，叶协狗等一拜律善中郎将应授。其6年，诏赐倭南生米黄状，副郡驾授。其8年，太守王齐道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南王卑弥公呼诉不和，遣倭宰司乌越等义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院使张正等因击诏书黄状，
拜嫁男生米为袭告谕之，悲迷乎已死，罢作冢，近100余步，殉葬者奴婢100余人。更立南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悲迷乎宗女一，禹年13未往，国中遂定。正等以袭告谕一语浅窝大。夫律善中郎江夜携狗等20人送正等还。因一台，献上男女生，口30人，共白书5000孔，清大巨珠2枚，一文杂锦20匹。平曰使汉着朝鲜2月。东京战路西羌。魏氏，匈奴遂衰，更有乌丸、鲜卑，原籍东夷，使一时通，技术随事，岂常也哉 ？PG 48。三国志卷31属书一。刘二木传，刘焉字君郎，江夏晋陵人也。汉鲁公王之后裔，章帝元和，中喜封晋陵，知数家焉。燕少氏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后以师，助公丧去官，居阳城山，积学教授，举贤良方正，替司徒府，历洛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燕笃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见一言，刺史、太守，或禄为官，割拨百姓，以致离叛。可选亲民重臣以为幕伯，镇安方下。燕内求交止目，欲避事难，亦未及行。世中广汉董福思谓燕曰：京师将乱，益州分也有天子气。燕闻服言，亦更在益州。会益州刺史却减复练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杀刺史张一良，州杀刺史耿比。燕谋得师，出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封阳城侯。当收减治罪，服役求为蜀郡西部蜀国都尉，及太仓令，会巴西赵伟去官，俱随燕。是时，梁益州逆贼马乡赵之等于绵竹县自号黄金，何惧皮役之名。1、2日中的数千人，先杀绵竹令李生，立明系，及和万余人，便前破洛县，攻益州杀减。又到蜀郡前卫，旬月之间，破坏3郡，相自称天子，众以万数。州从事贾龙、素领家兵数百人在前卫东界，涉猎利民，得1000余人，攻襄等。数日破走，州界清净。龙乃选立足迎燕，燕喜至绵竹，抚纳离叛，务行宽惠，因图异计，张卢无时以诡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燕家，故燕前虏魏都邑司马，驻汉中，断绝骨骼，杀害。汉使燕尚书严米贼断道，不得复通，又托他是杀州中豪强王。PG 49，贤李全等10余人，以立威行。前卫太守任其及贾龙由此反攻燕即杀其龙，燕亦见胜，造作成于车具千乘。荆州牧刘表上燕有4子，下在西河一圣人之论。时燕子范为左中郎将，但至书御史张魏奉车都尉，皆从献帝在长安，为小蜀子别部司马茂，素随燕。献帝使张小遇燕，燕留张不遣。时征西将军马腾屯梅，而反。燕及范与腾通谋，引兵袭长安。范谋谢，奔怀里，腾败，退还凉州。范应时见杀，于是收旦行刑。一郎河南庞熙与燕通，家乃木将燕诸孙入蜀。时燕被天火烧城，车具荡尽。
延吉名，嘉，燕喜至成都，既痛其子，又感夭灾。兴平元年，拥居发备，而卒。周大力、赵伟等贪张温人，共上张卫益州刺史。诏书因以卫监军使者，领益州牧，以委魏征东中郎将。律仲及刘表、张，字季玉，既袭燕魏，而张鲁烧交字，不成顺章。张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张雷遣庞熙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许多在巴西，故以西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后西与张秦好西，系赵伟称兵内向，众散见杀，皆由张明断少而外延入故也。张闻曹公征荆州，以定汉中，遣河内因卜致敬于曹公，加张震、威将军，兄茂平寇将军。茂狂及误故。张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速送守兵300人，并杂御物于曹公。曹公败诉为广汉太守。张复遣别驾张松议曹公。曹公时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复存陆松。松以此怨，会曹公军不利赤壁，兼以义死。松还，自毁曹公，劝张自绝。因说张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可与交通。张皆然。之，遣法正廉好先主。荀又令郑及孟达送兵数千助先主守御。郑遂还。后松复说张曰：荆州中诸将庞熙、李毅等皆是公交，好，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张又从之，遣法正请先主。张主不黄权臣其利害，从事。PG 50，广汉王累自导献于州门以见，张亦无所纳，是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汝归，先主至江州，北邮电江水一幅，去成都360里，是岁建安16年也。张律不齐3万余人，车乘帐幔，今光耀目，往就与会先主所将将士，更相之事，欢迎100余日。张自给先主，使讨张鲁，然后分别。明年，先主至加盟，还兵南向，所在皆克。19年，晋为成都数十日，城中上有精兵3万人。古伯之1年，立明贤欲死，战。张延父子在州20余年，无恩德以家百姓，百姓攻战3年，击高曹也者，以张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出将。群夏末不流涕，先主迁张于南郡公安，尽归其财物及故配镇威将军应受。孙权杀关羽，取荆州，以张为益州牧。祝子归，张卒。南中豪律雍凯郡一郡反，复于吴。权复以张子产为益州刺史，楚交益界守。丞相诸葛亮平南土，产还吴，为御史中丞。初，张长子荀妻，庞熙女也。先主定蜀，西为左将军司马。张时从，西起刘询。先主以为奉车中郎将，是以张2子之后，分在吴、蜀。平曰：昔为报闻许父之言，则纳伯姬于氏。刘兴见屠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于不免其身，而庆中2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忘记，必然之验也。而刘焉闻董福之词，则心存意图；听乡者之言，则求婚无事。具造于福，图窃神器，其祸甚矣。张还非人雄，而据土乱世，
复城制寇，自然之理，其剑夺取，非不信也。PG 51。三国志卷32属书2。先主传，先主姓刘，会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胜子真，元寿6年封涿县路成亭侯，作骤京师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与母范吕之席位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升高5丈余，遥望见彤彤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未当，出贵人，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成。此与宝盖车，孰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也。年15，吾始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据世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德然复缘起长资给先主，与德然等。缘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长耳邪？缘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而瓒身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视之。先主不甚乐读书，习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7尺5寸，垂手下膝，故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征父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资累千金。范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精财。先主是由得用河图众，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一兵。先主虑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都有以公事到县。先主求业，不通，直入伏都游，杖200，解授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卿之，罢将军何进遣都尉吴秋义一丹阳募兵。先主与俱行，至下培育，贼必战有功，除魏下密城，复去官。后为高唐尉，迁卫令，为贼所迫，往奔中郎将公孙瓒。瓒表为别部司马，时与青州刺。PG 52。使田开以据冀州牧袁绍，数有战功，是守平原令，后领平原乡。郡民刘平素亲先主，使谓之下，时客赐之，客不忍赐，与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袁绍攻公孙瓒，先主与田凯东屯骑。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凯，还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掠得西民数千人。既到，迁以丹阳兵4000议先主。先主遂去凯归迁，表先主为豫州刺。屯小沛，迁并堵。别驾迷逐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也。迁死，逐绿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当，下陪陈登谓先主曰：今汉室凌迟，海内轻旅，立功立事，在于今日。彼州应富，户口100万，欲驱使军抚灵州事。先主曰：元公怒，尽在寿春，此君4事5功，海内所归，君可以周与之。登曰：公怒骄豪，非治乱之主，今欲为使君何不其10万，上可以匡主记名，成5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疏功于竹帛。若使君不见听许，登亦未敢听使君也。北海乡孔融谓先主曰：
元公路岂忧国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领徐州，袁术来攻。先主据之于盱眙、淮阳。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封仪承亭侯，是岁建安元年也。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裴守将曹豹反，奸营部掳先主妻子。先主转军海西，杨凤、韩先寇徐阳间，先主邀集，尽斩之。先主求和于吕布，不还其妻子。先主遣关羽手下裴，先主还小沛，复合兵的万余人。吕布遏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败走归曹公，曹公后遇之，以为豫州牧，将至沛收散卒，给其军粮，亦与兵使东极部，不遣高顺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魏顺所败，复虏先主妻子宋部。曹公自出东征，助先主为不于下邳，生擒部。先主父的妻子，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袁术欲经徐州北 ，PG 53，救袁绍。曹公遣先主都朱陵、陆昭要集术，未至，术病死。先主未出时，献帝就车骑将军董承辞受第一代中密诏，帮助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出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时，施比柱，遂与成疾、长水校尉种吉、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至决，成等皆伏诛。先主据下邳，临等还。先主乃杀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而深还小沛。东海昌罢反，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遣孙乾与袁绍联合，曹公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5年，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击，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擒关羽以归。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不齐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持使白绍，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夜200里，与先主相见，住月余日。所失王士卒稍稍，来及。曹公与袁绍相聚于官渡，鲁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兵及先主，先主还绍军，因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复至鲁南，与贼公都等合，众数千人。曹公遣蔡、杨及之，为先主所杀。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糜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交营，以上宾礼待之，一骑兵，使屯新野。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因遇之，使据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未顿，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12月，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曹公南征表，会表卒，子从戴笠，前时请将，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
至晚乃闻之，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公从，荆州可有？先主曰：无不仁也。乃驻马乎从。从惧不能起，从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此到当阳，众10余万，辎重数千两。PG 54，日行10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勇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计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吴，吾何忍？弃去。曹公以江陵有军时，恐先主拒之，乃是辎重。亲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5000急追之，一日一夜行300余里，及于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齐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先主携驱汉津，是与禹传会，得既免。欲表长子江夏太守其众万余人，禹拒到夏口，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立，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极易，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先主表其为荆州刺史，又南征4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贵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将。庐江雷续律部，取数万口击丧，其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至公安，权烧，谓之，并妹故好。先主至今健全，筹谋恩济。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一报听许。吴中不能越今有蜀，蜀地可谓己有。今周主不因关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无所成，即是去矣。今但可然暂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心动，吾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力。先主从之，全果辍计，迁官为别驾从事。16年，益州牧刘张尧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张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张曰：无故忧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张然之，遣法正将4000人迎先主，后路一以拒。PG 55，亦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不足数万人入益州。至伏，张自出营，相见甚欢。张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谋臣庞统进说，便可于会所袭张。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仓卒。张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亦推张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张增先主兵，使及张鲁，又令都白水军。先主并军3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是岁，张还成都，先主北到加盟，未及讨鲁，后赎恩德，以收众心。明年，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张曰：曹公征吴，无忧为急。
孙氏与孤本未唇齿，右乐尽在青泥雨。关羽相聚，今不往旧语。晋必大克，转青州界，其忧有甚于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也。乃从张求万兵及资宝石玉以东行。张旦许兵4000，其余皆给办。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视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素，据获代，己白张发其谋。于是张收斩松，嫌隙始构矣。张斥官戍诸江，文书务复关通先主。先主大怒，召张白水军都阳淮，则以无礼，斩之。乃使黄忠、卓因勒兵向张。先主进至关中，执诸江并事，卒妻子。引兵与钟、殷等进道服，据其城。张遣刘归、冷苞、张任、邓贤等拒先主于服，皆破败，退保绵竹。张复遣李严都，绵竹诸军，严律众将先主。先主军亦强，分遣诸江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速留定白帝、江州、江阳。为关羽、刘镇荆州，先主进军为洛，时张子寻守城，被攻且1年。19年夏，洛城破，进为成都数十日。张出将，蜀中殷盛，封乐。先主至09大享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旗鼓帛。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兵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张之所受用也。吴一、费观等又张之婚亲也。彭样佑 PG 56，张之所排并也。刘八者素习之所记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尽劝。20年，孙权以先主以得益州，使鲍玉的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愤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贵阳3郡。先主引兵5万下攻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联合，分荆州、江夏、长沙、贵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海江州，遣黄权将兵迎张鲁。张鲁以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渊、张合屯汉中，数犯报8戒。先主令张飞进兵荡渠，与何等战于瓦口，获张合等，收兵还南郑。先主亦还成都。23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同等入成都，皆为曹公军所没。先主赐于阳平关，与渊、何等相聚。24年春，自阳平南渡沔水，袁山烧前，余定军兴事作营。渊将兵来征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造攻之，大破渊军，斩渊及曹军所属益州刺史赵勇等。曹公自长安举众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曹公至，先主练众俱险，终不交锋，击越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国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等攻申丹虞。上庸，秋，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表于汉帝曰：平西将军都亭。侯陈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领镇军将军陈许靖迎司马陈庞熙。
一曹从事中郎军义中郎将陈舍元军师将军陈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陈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陈张飞征西将军陈黄忠镇远将军陈赖公扬武将军陈法正兴业将军陈李严等120人。上言曰：袭唐尧至盛而四兄在朝，周成人贤而四国作，南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又冲而上官逆谋，皆逢世宠，借吕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己为，非大顺周公朱须伯禄 PG 57，则不能流放秦讨，安为定亲，夫为陛下旦滋盛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间，董卓守南，荡覆京畿，曹操接祸，窃执天恒皇后太子，镇杀贱害，拨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臣忧恶，忧处虚意，人神无主，恶绝亡命，燕媚皇极，遇到神弃。左将军领司隶校尉尉京第3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至念在书吏，以训国难，睹其机兆，赫然奋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成机事不密，令操游，浑得遂长恶，残民海内。臣等每据王室大有言乐之祸，小有定安之变，夙夜坠，战力累袭，习在于书，敦序九族，周兼2代，封建同姓，师者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足折诸吕之难，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备废辅之业，宗子凡汉，心存国家，念在米乱，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以复，而爵号不显，久袭未佳，非所以正位，社稷光昭万世也。奉辞在外，理命断绝，袭河西太守梁统等，执汉中兴，陷于山河，未同全军，不能相虑，咸推窦融以为援，率卒立孝基，摧破韦骁，今社稷之难，及于陇蜀，操外吞，天子内残群僚，朝廷有萧强之为，而欲武未见，可谓寒心。臣等着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其6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前卫魏国，所属至一汉初，诸侯王固典，夫权宜之治，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攻城事，立臣等退服剿罪，虽死无恨，遂于沔阳设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独奏器，欲王冠于先主。先主上言汉帝，曰：臣以具臣之才，合上将之任，董督3军，奉辞于外，不得扫除寇难，尽匡王室，久使陛下圣教临。16合之内，否而未泰，惟忧反侧，趁如棘手。囊者董卓造，未乱阶，自是之后，群凶纵横，残波海内，赖陛下圣的威灵。人神同应，或忠义奋讨，或上天降罚，暴逆并义，以见兵消。PG 58，唯独曹操，久未消除，亲善国权，自心极乱。陈袭与车骑将军董承图谋讨操，机事不密，承见陷害，陈波越失据，忠义不果，遂得使操穷凶极逆，主后戮杀。皇子郑害，虽纠合同盟，念在奋力，
莫若不武。历年未效，常恐允眉，辜负国恩，媚物咏叹，细涕若厉。京城群僚以为在袭于书敦酗酒足，庶民利益，武帝损益，此道不废。周监二代，并建诸姬，时赖晋郑家府，知府高祖隆兴，尊王子弟，大齐九国，族斩诸吕，以安大宗。今操恶直丑正，时凡有图，包藏祸心，篡道以险，继宗室为弱，地族无畏，斟酌古事，衣驾权宜。上承大司马汉中王，臣服字三省，受国厚恩，何任一方，臣力未效，所获已过，不宜复帖。高位以重罪谤，群僚见逼，或臣以义，臣退为寇贼不消。国难未已，宗庙轻为，社稷将坠城。成臣忧则遂守之父，若应全通，便以宁静圣朝。虽覆水火，所不得辞，感虑长宜，以防后悔。折顺众议，拜受应喜，以崇国威，养为爵号，位高宠厚，辅司报效，忧深则重，今不累袭，如凌于谷，尽力书成，奖励六师，虑其群议，应天顺时，呼讨凶逆，以宁社稷，以报万分。谨拜张英义上海所驾左将军，宜城亭侯应受。于是还至成都，拔魏延为都督，正汉中。时关羽攻曹公江曹人，秦于晋于樊，而孙权袭杀羽，取荆州。25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致服，追谥曰孝敏皇帝。事后在所病言仲瑞，日月相属。故议郎杨权侯刘豹、青衣侯项举、偏将军张翼、黄权。大司马属阴纯，益州别驾从事赵佐，至中从事杨弘，从事祭酒。河宗一曹从事杜琼，劝学从事张爽、尹默、乔州等上言。成文河图洛书，五经称伪。孔子所真，晏应自远。仅按洛书真要度曰：是3日的昌。九世会备，何谓帝纪？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地道，被称皇。以统握器，百成不败。PG 59。洛书录运其曰：九侯七节争命名吹骸，道路及几履人头，谁识主者选且来。孝经公命绝录曰：第3件9会备。臣父群魏王时，沿西南树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响风，从玄机下来应之，此谓易锐。又22年中，树有 total 底线 LINES 0 export 底线 trimmed by ACCELON 3 exporter 3.81015